具尸体，已经在这里躺了一个上午了，有的人已经是凌晨死的，到现在没有人来处理。然后医生、护士还有病人全部都在这种环境下面工作。怎么接到你们了？我不想回家，我不想回家过年啊！你们做了什么？你们做了什么？你们无面只是看了800个病人，还他妈1天4个班，还把我们拖了8个人去上班，我们不想。